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港聞快快脆，94歲胡楓破紀錄啊！開紅館狀態滿分咁話喎，演唱會一票難求啊！喂，有冇計請我去睇？我都冇辦法喎，後生仔啊，胡楓94歲人老當益壯啊！大家佢對於佢嘅角色全部都耳熟能詳咁滯㗎啦。其實好過癮嘅胡楓，即係我見佢演親啲戲都好過癮嘅，70幾80歲都好好演技啊！嗰陣唔係講笑㗎，好嘛？一齊嚟望望詳細情形。唔該晒主持人。喺正式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記得俾個 like 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分享俾你哋嘅朋友有乜意見，或者想我哋討論嘅議題，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。94歲胡楓再破紀錄紅館開 show，狀態100分，門票炒貴3倍。各位觀眾，如果你係香港樂迷，你一定聽過胡楓呢個名。修哥胡楓今年94歲。今日下晝3點半喺紅館舉行演唱會，修哥95至尊無限風騷演唱會第6度踏上紅館舞台，再次打破自己保持嘅紅館最高齡開個唱華語藝人世界紀錄。開 show 之前，修哥喺紅館外進行拜神儀式，佢着住火焰花紋嘅恤衫，面色紅潤，精神飽滿，狀態好到爆燈。佢接受訪問嘅時候話自己狀態100分，但係呢場演唱會嘅門票一票難求，甚至俾人炒高咗3倍。修哥就搞笑咁話：你炒啊？若果係咁，你哋早啲出聲，等我留翻一沓飛，我炒啦。今日我哋就同大家詳細講下呢一個修哥破紀錄嘅盛事，重溫佢嘅經典金句，同埋感受一下佢嘅幽默同風趣。先同大家講下今日嘅盛況。今日下晝3點半，胡楓修哥喺紅館舉行佢嘅個人演唱會。呢一次已經係佢第6次喺紅館開 show，亦都係佢以94歲高齡再次打破自己保持嘅紅館最高齡開個唱華語藝人紀錄。你可以想象一個94歲嘅老人家，唔單止可以開演唱會，仲要係喺紅館呢一個香港樂壇嘅聖地開 show，呢一個本身已經係一個奇蹟。開 show 之前，修哥喺紅館外進行拜神儀式，佢着住一件火焰花紋嘅恤衫，睇落非常之有活力。佢面色紅潤，精神飽滿，完全唔似一個94歲嘅老人家。現場仲有陳淑芬、肥媽、樂易玲等圈中好友到場支持，眾人一齊叫口號，恭喜修哥破紀錄。修哥接受訪問嘅時候，被問到狀態如何，佢好自信咁話：我諗應該100分。當被問到會唔會喺演唱會大晒舞技，修哥就風趣咁話：以前就係舞王，我俾你哋嚇到我跳舞，我94歲啦。呢句說話引嚟全場笑聲。修哥嘅演唱會唔單止係因為佢嘅年紀而受關注，更加係因為佢嘅號召力。據講今次演唱會嘅門票非常之搶手，一票難求。有消息話門票甚至被炒高咗3倍。對於呢個現象，修哥喺訪問入邊嘅回應非常之搞笑。佢話：你炒啊？若果係咁，你哋早啲出聲，等我留翻一沓飛，我炒啦。呢句說話充分表現出修哥嘅幽默感。但係講到門票難買，修哥都好無奈。佢話自己每次開演唱會只係關注音樂同歌曲，其他嘢都唔理，連親戚叫佢買飛佢都買唔到。佢話我都冇辦法。呢句我都冇辦法由修哥自己講出嚟，更加顯得無奈又好笑。一個開演唱會嘅主角，竟然連自己親戚嘅飛都搞唔掂，可想而知門票有幾搶手。另一個令到粉絲非常期待嘅係今次演唱會嘅嘉賓名單。修哥喺圈中人緣極好，有好多契仔契女，包括張學友、張家輝、林憶蓮等天王天后級人馬。咁到底今次演唱會呢啲星級契仔契女會唔會上台？修哥喺訪問入邊竟然大賣關子，佢話唔話俾你哋聽住，等你哋睇下就知啦。呢個答案令到所有粉絲心癢癢，更加期待入場睇 show。不過有網民就推測，以修哥嘅面子，加上佢同張學友、張家輝等人嘅深厚感情，佢哋好大機會會出現。就算唔係全體上台，都可能會有驚喜環節。如果你今晚有入場睇 show，你可能會見到天王天后嘅演出，絕對係值回票價。講起胡楓，年輕一輩嘅觀眾可能只知道佢係一個老演員，成日喺電視劇入邊做爺爺或者叔父輩。但係胡楓其實係香港演藝圈嘅一個傳奇，佢喺1950年代出道，係粵語片嘅當紅小生，拍過無數電影。佢嘅形象斯文、靚仔，迷倒萬千少女。
後來電視業興起，佢轉戰電視圈，拍過好多經典劇集，例如《真情》、《男親女愛》等等。佢嘅演技自然、幽默，深受觀眾喜愛。除此之外，修哥仲有一個愛好叫做舞王修，因為佢好中意跳舞，而且舞技了得，即使年紀大，仍然跳得有板有眼。今次演唱會雖然佢笑言俾你哋嚇到我跳舞，但係好多粉絲都期望可以喺紅館見到舞王修再次展現舞技。呢一單新聞出咗之後，喺網上引嚟大量討論。網民嘅反應普遍都係佩服、祝福同一啲搶唔到飛嘅失望。有網民話：修哥真係好犀利，94歲仲可以開紅館，狀態仲要咁好，佩服佩服。祝修哥演唱會成功，身體健康，長命120歲。有網民就分享自己搶唔到飛嘅經歷，搶咗好耐都搶唔到，好失望。見到有人炒飛真係好嬲，但係又好想睇。有網民就讚修哥幽默。修哥話：我都冇辦法嗰句笑死我。佢話自己炒飛嗰度真係好搞笑。亦都有網民表示，就算搶唔到飛，都喺度支持修哥，希望佢繼續健康快樂。胡楓修哥嘅故事，除咗係娛樂圈嘅一則喜訊，更加係一個人生嘅啟示。佢用自己嘅行動證明咗活到老學到老呢一句說話。94歲高齡，一般人可能已經行唔喐，記唔到嘢，甚至要人照顧。但係修哥唔單止可以自己照顧自己，仲可以喺紅館開演唱會，記晒成堆歌詞，仲要同觀眾互動。佢嘅體力、記憶力同埋對演藝事業嘅熱誠，都令人敬佩。佢係一個最佳嘅榜樣，話俾所有人聽，年齡只係一個數字，只要你保持心境年輕，保持對生活嘅熱愛，你嘅人生可以無限精彩。好，總結下今日嘅話題。94歲嘅胡楓修哥今日下晝喺紅館舉行演唱會，第6度踏上紅館舞台，再次打破世界紀錄。佢狀態100分，風趣幽默，門票一票難求，仲被炒高3倍。佢嘅傳奇故事，佢嘅敬業樂業，佢嘅樂觀心態，都值得我哋每個人學習。修哥，你係香港演藝圈嘅瑰寶，亦係香港嘅驕傲。我哋喺度祝修哥演唱會圓滿成功，身體健康，繼續破多幾次紀錄。同時，我都希望搶到飛入場嘅觀眾可以好好享受今晚嘅演出，為修哥歡呼，為修哥鼓掌。如果搶唔到飛都唔緊要，我哋喺度用文字同掌聲支持修哥。我想用一句話總結：94歲胡楓紅館開 show， 狀態100分，門票炒貴3倍。佢自己都話我都冇辦法，你覺得佢仲會唔會開 part 2？好啦，今日嘅港聞快快趣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港聞快快趣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